大经济经习性嘛，所以迄种诚做课程的一部分就对啊，就敢若律师，敢若嘛是你考调了后，你爱去找事务所，愿意甲你收留半年，我讲展现能力的迄个啥作为吼，敢会啥你讲？我毋知好，反正就是苦硬是爱讲的即个公妈说，吼，咱等下日本的。即个林中秋就是读电机的，电机的就是就去电力公司食头路啊嘛。毋过回社公司 ，OK。大家听完了，也拢感觉林中秋内底还有话无讲，只是毋知迄是啥。恐惊的就敢若硬是一个人知影，伊惊别人探问，就紧甲头挖去别位，去看西乡良性的动向。平英咧，咱是困仔了后，食袂火，总算又搁甲电钟拍破，继续问入去。我无要随时，因为我无要随转去台湾啊。毕业了后，我想要来去中国，来去遐看看光景，见见世面。看看光景，见见世面。我想要来去中国，来去遐行看咧。等我看饱，看饱了，见饱了，毋是同款意思。对啦，等我行有够啊，看有够啊，才转来去台湾开始找头路，配音安尼。讲当然咧，你要家当作名词来用，你台语的语境内底无一定是有法度名词对名词即种用法安尼。所以详细对，毋敢问详细，可能嘛是会使。当然教字头是细节无毋对啦，细节。因为即摆广东人讲，伊是读英语的嘛，英语的教英语的老师，会使去遐教册啊。所以进来看，就是有一寡行业里有法度量早入去，先占位嘛。先占位了后，别人要抢就较无遐尼简单好抢啊。细节详细。细节详细，所以因为目前咱的字词典就是拢敢若针对字词去解说，也毋过伫咧语境甲语用上，可能伊讲一句讲，也不敢多问其中的细节，中文是安尼讲嘛，也毋过台语。应该就是讲问较深落去，还是问较深，就是问较深。问较快是讲，转去有要娶某生囝无？恁厝里家己去继承无？对，问足快。问较深的是讲，你敢若是读英语的你讲你要转去教册，是毋是你已经找好，还是安那有无？所以毋知就听伊讲嘛，讲我毕业了可能就可能会去一间大学教册啊。大概听完了，毋敢搁加问。就敢若点头表示学了，若食袂火是来甲1秒钟嘛。当时要飞去倒，我暂时拢还袂决定。可问单安尼讲，可能记就对啊，毋知影就对啊。食袂火，甲所有人拢一个问过了，就无搁讲话啊。来去点钟落来，关马西一个看，就挡袂牢，开始甲反问。你咧，敢会晓问别人？你家己煞袂晓家己讲你家己煞袂记你讲你咧问我是无？食袂火就记家己咧讲。煞常常就微微笑起来。我毕业了要创啥，我家己也毋知。我即句敢若知影是，咱台湾目前真正需要一个议会来为咱台湾人讲话，这是一个理想。这个理想若叫我去倒，我就去；这个理想若叫我去倒，我就去倒；叫我创啥，我就创啥。所以这个食袂火可能是某年什么人。大家就甲拄则笑容拢收收咧，忽然间就怎严肃去。柯秀英叫伊毋通插政治，毋通反对官厅的话，就甲头挖西乡良性的动向。有一只粉鸟自在飞去到西乡良性倒面的金架头，
西向中是目头角角，袂输对倒面金架头迄只粉饺有淡薄仔生气。啦，关妈细汉咧问，是啊，尖尾水伊伫咧中记的环境了，煞拢变圆啊，所以即种无共名词、无共时代、无共名词，变成讲一直到呾，我是感觉敢若佫反射超过一半人，伫咧讲台语的时阵，也是拢讲白语啦，除非就是甲医院当作外来词进入台语。啊，你要去倒？我要去医院，外来词啊！啊，只是伊这是，啥？中文小说你写台湾人的故事，然后伫咧迄对话内底，若要照字读是啊，尖尾水宜安宜宜，真是怪怪。所以目前伫台湾就是即种台语、中语、华语、台文即种啊，南参加已经难分难舍了。敢是着目睭规个紧起来，耳仔扭长长挖过，想要听个较清楚。但是随个家己扭转来，想着讲，为什有这个留学生？为什有这个留学生拢是爱插政治，拢是爱反对官听，上好是莫去听。那甚至佫甲目睭踅转去西向量时，陪来听伫咧伊的正面的金架头，伊袂输佫较生气啊！当上哪可能会生气嘛？这是家己咧想象安尼。其实咱过去啊，已经有向日本国会请愿过2届啊。尖尾水即届来是要参加第3届的请愿，时到新民会甲台湾青年会的会员，拢会去东京车头来甲欢迎。相信迄场面是绝对会真热烈才对啦。食袂会安尼讲。即回请愿运动，感觉顶回有啥物无相款？点点的林中秋总算讲问啊，拢会相款啊。但是要要求因日本政府允准咱伫台湾设立特别议会，互咱台湾人自由选出咱的议员，对台湾总督的单独立法甲单独预算，行使审议权甲赞助权尔啦。食不会安尼讲。除了这以外，即届尖尾水来，敢有啥物其他的活动？朋友安尼问，运动的机会正式成立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哦，台湾议会基层同盟会，基台的基台会当成功的成，对，基台成功是安尼，我毋知影。专门是为着要促进设立台湾议会，正做目的。过去有2届，伫咧台湾向台北警察署提出申請，拢无通过，讲啥物违反因台湾治安警察法，过去伫咧台湾未通过。即回才特别来东京，是要向哦，即回才来特别来东京，要向遮个瓦塞达警察署申请。有人已经向因探听过啊，听见讲大概敢也无啥物问题才对。我就讲伊这是伊讲的话嘛，伊讲的话就是咧记录。伊的迄个台语，伊记录迄个台语，伊1990年代无甲一个统一的组织有伫咧建议啥物用字，所以就是每一个作者就用家己的想法，也是家己读家内底的声音，然后记录做文字，当做台语安尼，就用汉语写，迄读出来是变安尼。有人已经向鹰探听过啊。听见讲大概感没什么问题才对，所以讲这种复原就是，会拄到这种啥，平淡也是真差。迄就敢若最近公司台语台有甲迄个1968年翕的迄出台语电影《琉球之乱》，琉球之恋吼，琉球之乱，伊讲。迄是林福地苏当时用现场用台语，因所有演员1968年大家拢是讲台语的嘛，所以现场是用台语咧拍片，所以喙背台词线拢是台语的台词。毋过要输出要去海外报送的时阵，中华民国政府、中国国民党伫看的时阵，就叫所有电影拢爱再配做华语音嘛哩。所以迄个片。
就是迄个电影片去到洛杉矶啊报杀，一直到2019年因戏要收掉啊，就甲找到台湾遮讲看要去收无。所以王秀华老师就是看迄个华语的台语看听华语音，看中文字幕，啊，甲伊还原做台语，啊，所以就变成二次翻译啊，啊，所以即嘛是啊，这陈宏培先生甲伊写做中文，对话要用台语的，啊，毋过嘛是有一寡真差的，所以即个种已经有人向伊探听过，听伊讲大段话拢讲完了，大家感觉也无啥物话通讲问啊，就搁一个点钟落来，那是就搁再一摆甲目睭听，大家拢点钟落来，那是就再一次甲目睭西向良性的东上看过去，这时阵搁飞来一只粉鸟啊！伫咧东上的周围踅三连，发觉两个金架头会当翕的所在拢互占去啊，就是啦，下咧伫西向良性的头壳顶翕落来，而且真急速，用迄双红骹伫伊的头壳顶乌白搭。即个时阵，西向良性的上气的目睭强要跳出来，其实拢无，拢是讲啊是。你想象嘛，已经忍无可忍啊，差不多强要飞起，去甲身躯顶的粉鸟拢甲赶互走，眼神就利喙家己笑出来，伊家己伫心肝底演即个剧情就对安尼。伊伫上头前，伊就去介绍西向良性即个动向安怎拄安怎嘛吼，啊，所以伊阵就是看到即三只粉鸟一只翕的时阵，家己有搬即种。心内决定安尼，伫中央县迄个大饭厅内底，眼神就有看到其他一寡在日本留学生的毕业生，伫日本留学的毕业生，有以早看过的，有即届才看到的。其中有诶还佫穿大学内底的学生制服，有诶是已经换西米露啊，各式各样的尼骨带拢夹的。啊，若两个含日本富人人结婚的学生。就穿日本式的礼服，穿日本稻草拖鞋来参加，而且日本稻草拖鞋，这是比戏出来的。我袂记有即幕，应该是有吧？因为就住伫迄个什么园内底，啊，伫遐咧参属于伊个啥文字表现法嘛，所以。迄个气痛论敢若是又好气又好笑，好吧？还是个其他意思？我袂记。伫个边啊，大家然后就一人一份的日本中昼顿，中昼顿食了，小可休困一下，就一个日本文官上台演讲。那是伊个讲，大概是台湾总督府派来的官员，即个官员落台了。有一个穿乌色西米露的台湾人上台，用真认真的日语演讲。这人的年岁差不多35岁，高强大汉，身材魁梧吧？魁梧，我想袂到就是高强大汉吧，还是讲汉草高大，挂一副乌青的目镜，留一撮啊喙鬚，后壳啊，伊后脑披头，这是我个这头，这是讲头毛的款吧？后脑披头，喙鬚留一撮，后壳有头毛，讲话真黑色。咱是从来毋捌看过即个人，因为好现着细声问边仔的关马西，这什么人？你毋知哦？关马西就伫咧咱是耳孔边细声讲，这就是李廷玉啦。台湾青年就是伊创办的人，吼，因为台湾青年即个杂志是近伫日本还阁有啊。因为我会记咧，王玉迪因伫咧1960年代，敢若嘛个伫咧日本，也是迄是台湾新青年，我袂记一啦。所以，过去伫咧读台湾通信的时阵，有一段时间，就是由即个日本方面，敢若是台湾青年遐个人，还是啥，还是一对翁仔某因有出钱出力伫咧骗台湾通信。
当然终期尾也是转来到台湾咧处理啦。所以这是我看到迄个伊讲台湾青年这个杂志，去食迄个眉飞色舞，尾仔翘翘，讲话真响，尾仔翘翘，伊就是现在目睭前的表情就对啦。关妈说就甲讲李廷禄，那是着目头夹夹讲，啊，敢毋是食会创办的，毋是食培会啦，是李廷禄创办的，伊做发行人，才叫食培会去做编辑。李廷禄的演说刷了就行落台，就另外一个台湾人清一书历史的西米露行上台，这个人差不多40外岁，新台，这个身体异常哦，这个异敢是异，我毋知影。一个金字哦，头壳的头，迄粒豆啊，换做一斤两斤的斤，所以这字到底是这个字形大概拢和头有关系啦，啊，只是。这字是哪？长长哦，不乐，是讲这个人三条晓是安那？因为佮讲什么面色清癯，伫头前一个所在用清癯，我会记清癯这个词是咧讲老大人啊，啊毋过伊比较哪会伫咧形容这种相对较少年的人，我就傻无。颀，身体颀长。身体颀长，还是讲，那就表示讲三挑哦，还是热了啊，还是安怎啊？颀，管热溜，一个颀长，所以就是咧讲伊的身材，身材热了。面色清癯，有迄个病壳嘛，对无？病壳迄是病，甲迄个饼摕掉，内底倒两蕊目睭甲一只鸟啊，敢会使你讲？两蕊目睭一只鸟啊，我记即个叫做癯啊。伊大部分敢是咧讲即字哦，好啦。用无概念转来日语咧演说，主要是要甲毕业生讲，大家拢是台湾来，千万毋通甲台湾的故乡放袂记。以后为人做代志，一切拢爱以台湾故乡做主要。为念是安那，就是思思念念、心心念念为台湾，永远爱记伫迄座岛上有几千几万的父老兄弟姊妹，人民。望大家谅。这个人讲话虽讲讲是平淡低沉，平淡低沉，没有抑扬顿挫。平淡低沉，无咸无香，平淡低沉，平淡低沉，平稳还是平淡，哦，无咸无香。但是伊话外有话，我跟你讲的，意在言外。伊有要等去做老师啥，大家都无讲问题。有加每一位留学生的心肝啊，结着打中每位留学生的心坎，心肝底遐，还是心内心肝底的想法，互大家就真正的噗声啊吹落去，心泽。心泽，心内，心肝头，心肝底，心肝。伊出门在外，总是有一寡袂拄好的事，有当啊一两句话去插着吼，感谢你讲插着，心坎心里。心肝
底心肝头，心肝耳啊，心内话，心坎心理，所以心理嘛，两种写法，然后心惊惊什么回家，所以话就是去用讲着。咱先看这个人诚生分，就搁问关妈说讲，这是啥物人？啊，这你也毋知哦？这就是叶慧茹啊。伊本底是清水人，日本来台湾了，才搬去李廷玉创办台湾青年的人。食饭饱了后，李廷玉就宣布，每一位旅游学生有1点钟的自由活动时间，会当伫咧松野公园的四界行咧。1点钟了后，才转来到景永轩的门口头。所以两个人就顺头前公园的人行道慢慢行。这人行道的两边拢有种正白的萨库拉，因为春天刚过，树仔顶也拢发甲黄黄的青叶，一点仔就看袂出来春天开花真缤纷的姿势，缤纷的姿色。日本用萨库拉做因的国花叶。嘛算是安怎讲，春天的一个真明显的迄个啥，也是表示，所以缤纷五彩缤纷，也是讲咩啥？啊，毋过樱花毋是五彩啊，虽然讲缤纷有啊，啥物五彩缤纷，也是讲花花啊，花花较怪怪，花花敢若是淡薄仔。中性偏负面迄个感觉啊，花花啊，哇，伊个花花啊，甲一般咱咧讲啊，生意有好无？花花啊，落印缤纷，是五彩缤纷。毋过樱花的色水主要是红色、粉红色、白色的啊，目前算无第三种色啊。无黄色、无淡仔色、无其他的色水啊，就是红甲粉红啊是这种的嘛，还是讲白这种的嘛。啊，伊甲伊讲缤纷，一点仔看袂出来春天花开的时阵迄种兴景状况，因为日本的樱花真正有够高的，迄边啊开花的时阵，当然樱花是先开花才发现不休嘛，啊，毋过花一个开的时阵，连咧枝还是树尾拢看袂到，规拢安尼，也是迄是新闻，才有迄个遮尔水的，嘛是为了营养不良的，是安怎我毋知影。行无几分钟，忽然间伫眼前展开一个广场，上清正的粉正伫咧广场顶缘悠哉，含人做伙享受公园的风光。含人做伙享受公园的光景，一点仔都无惊人的意思。有几啊大人徛来，摕爆米香花，他们现在讲玉米花是爆番味啊，所以毋是爆米香，爆米香是米去爆嘛，爱这是玉米啊，popcorn 嘛，所以 popcorn 爆番味。爆番味对啊，爆番味是爆番味，毋是爆米香，是爆番味。只是直觉看到迄个形会条准是爆米香，毋是爆米香，是爆番味。爆米香，迄是爆米香是米啊。迄是咱遮甲迄个个是爆米花甲爆玉米花，对，所以就是爆番味，爆番味，有几啊大人徛来，
就防范卖咧饲粉鸟，所以粉鸟就拢3岁围我来咧啄伊手里的食物。敢若有几个囡仔想要掠粉鸟啊，所以红骹换咧换咧就走去啊。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伫咧粉鸟后壁一直入，入到遐即粉鸟也无法度，只好实骨劈咧劈咧爬去天。咱先行到广场的前方所在，遐是一个12型的大，水窟仔水池会真差，敢是讲形状规律无规律，敢会使安尼讲？还是讲天然无天然？喷水池，所以12型的大水泉，伊是敢若讲水池啊，伊无讲伊咧喷水啊。可能就是12型的水池。池内底有一寡票，而且睡莲浮萍，咱是讲票啊，抑毋过伊迄公园内底敢会藏票？我毋知影咧，也是另外一种水生的食物，我嘛真侪种啊。看，我先看睡莲，咱讲莲花嘛，毋过睡莲是，迄个睡莲是叶啊是浮伫咧水面上，是毋是？因为台湾省顶有书顶有一个讲啊，朱五莲，五是莲啊。中龙教授收一个黄睡莲，即个日本够惨的，地动遐尼大个，即摆风台阁要冲去。黄睡莲，萍蓬草，黄睡莲是萍蓬草。安尼这是啥？朱五莲。黄睡莲是萍蓬草，睡莲。睡莲是白花的浮水莲花，因为中文讲荷花甲莲花嘛，所以是荷花是睡莲了，我毋知影，我袂清楚。对啦，不怪伊，到底台湾的，因伫咧池仔边小徛咧，就看伫池仔边耍水，就伫池仔边看穿插真侪囡仔咧耍水消磨时间。关妈生就记池仔边的一栋建筑物，对雅信讲，迄就是全日本上出名的上野动物园。你讲，世界上有啥物稀奇的动物，因内底拢总有。就我就记咧上野公园边仔是迄个上野动物园啊。这样呢，等于啥？8几年来就是因即个叫做啥？装置了，还是设置？甲迄个新竹迄相款嘛，新竹嘛是有动物园，甲迄个公园伫遐。即摆新竹遐是一个什物新竹市的万金馆哦，愿景馆，我印象中。所以伫日本时代，就是拢有一种公园啊，甲动物园排做伙啊。因为也无所在通好去，关妈说就带头，雅信就对咧。两个人无目的，就同去到上野动物园的大门口。我是用同啦，伊是讲啦，漫无目的的蹭到上野动物园蹭。台语的通就是，我就行，就是前骹对后骹，后骹对前骹，反正就是
慢慢来行，就是用通的啦，通。迄个音，我著讲伫迄个啥，单雷的香水补剂内底有用的即字，即字就敢若张龙教授迄本 TJ 小字典有收，剩诶目前无看到其他的历史典有收即个词，只是讲的时阵有啊，就虽然敢若捌听到过啊，只是可能真少人讲的，看我嘛知。哦，两个就一个通通去到上野动物园的大门口，迄个门口有画真侪动物的图，有象、虎、北极熊、海象等等的。若是毋看手表，就已经要到一下翕相的时阵啊。啊，若无入去动物园开眼界，也袂歹，哇，开眼界吼。啊，若无就要入去动物园开眼界。想咧想咧，就搁对关马生坐转来景永hen的方向来。一个额头就伫迄个树尾之间看到一栋感仔色的五层塔有虫，因为日本自青3年前的当地国学就足侪迄种建筑嘛，啊，因就是拢安怎讲，用即种什么3层还是7层塔迄种建筑伫咧呈现伊在地特色，所以因就迄栋5层塔行去。和5层塔相倚的，就是红漆的东石粉仔两边有2排象青伫的石顶，经过迄个石顶的路粉仔，就拄到一座印度的宝殿，内底奉祀药师如来和上野大佛的雕像，有点灯、摇插香。按宝殿行出来，景永hen就伫咧眼前出现。哪是想要大步前去，关马西雪茄扭乱，雄雄袂输想到啥，咧甲问：蒋先生啊，你哪会遮尔久无来中老教堂做礼拜？我就无闲啊，较早做学生的时阵无闲，啊，即摆毕业了会较闲啊，你着较常来做礼拜哦。关马西就真热切伫咧讲。若是无地通下梯，就只好点头答应。所以两个人就继续大步往景永hen去。所有台湾毕业生伫景永hen的头前翕一张团体相来做纪念。这张相片分做3排，无外人，拢总是这一年的毕业生。若是坐伫咧头一排，真煞，总算讲毕业啊。这是后手的时间，我唔到底。这一种敢若阁有下好啦，可能暂时先读到这啦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你读的这个头尾敢若100页，所以敢若使暂时先读到这啦呢。好，感谢收听，关房，谢谢，拜拜，再会。